那上个世纪90年代啊，上海世华拍卖圈子里向出事桩引起轰动的大事体。新成立的上海成都拍卖有限公司，让最近也拍卖100幅近现代的世华艺术作品。那么其中的爱物是啥么子？啥叫上爱物之家？就这个一批拍品当中鼎鼎引人注目的精品。是啥呢？是中国当代非常有名的异构国画大家，让上世纪40年代画的5幅真迹，这个是非常难得，所以行家一举看下，认为非常可能拍出天价。嘿嘿，啥人晓得谁那个当天，各位大师的家族达至门生，上开媒体见面会宣布。讲大师从来分画过这个5幅画，这个5幅画全部侪是赝品，请大家切勿上当，而且为本日收据发了一个权利，真是为一日之喜千人浪，3雨欲来风满楼。顷刻之间，所有的奖点全部集中到成都拍卖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阿杜身上。阿杜，不是名字啊。是那个差，此人姓殷，叫殷弘毅。君子不可不弘毅。介绍阿多这个人，爷上海人，娘汕族人，从小了外婆家长大么，所以讲一口汕族上海话。啥体接里阿多？因为这个人多佛心思，多对多难，从来不肯讲假话。于是来到上海读书，大学毕业之后呢，专门研究考古古董，例如一双虎眼金睛，那么正所谓叫实际实证。马先生一般中等身材。黑苍苍的皮肤，五官那里，搿只相不开的，为的啥呢？但是我看见阿多搿张照片，你搿张面孔啊，介绍等我录见我张面孔错大不透。前2年呢，辣上海滩上几家大个拍卖公司里向被人邀请里去，啥体做鉴定师、简大拍卖。正因为这个人多，不肯讲假闲话，所以呢，做不上。老百姓要努力找云。那么2个听酒朋友看不过去噻，说阿多啊，侬这个人浑身侪是本事啊，侬啥子要继承理想呢？有的被人家找云嘛，那买自家开一家拍卖公司。动地不可以大家一道吹，那么成立董事会，这个拍卖公司刚刚开出来啊，刚开3日天就要开拍卖会，哪晓得是有弄那个种刮奖的事体？明明这个5幅画侪是大家的精品，加上加入里头的学生子，侪说是赝品价。这里都沟通，是啊，不对，这本娘唔说谁要开拍卖会的，那非要急死脱。急杀人的事体还有嘞，阿多个高先生身结生人人，写名阿人，神是新比邦高一个真惊人之神，误会人思想们的出身，面孔来得个标志么心地善良，我讲非常的有学问。成都拍卖公司这个名字啦，就是阿人起的。男人们将阿多自家将阿人拼起来成都，且将孔夫子的名言叫君子必人其独矣。侬现在我讲说起来，谁是讲一个有德德有修养的人，哪怕一口子毒气的辰光，还要谨慎的守规矩。阿多开公司不容易，误会娘就一下子交出来50万，但是刚
讲阿人这上没着电话，是娘舅屋里向出自人命关天的大事体，立时立刻搿个50番马上是一手走起。阿人哪飞叫，屋里披风里呀雨，自家屋里向搿点积蓄，已经迫得子公司里向搿个50番拿侬啥么子去还哦。所以也请阿斗商量嘛，现在接录音的面孔一大路奔进客厅。阿斗，哎，阿顺，阿斗啊，哎，娘舅屋里出事体在。哎哟，侬啥体啊？记得个种腔调，有啥事体侬尽管讲啊，有我阿斗那里。说出来哈件稀奇，只要看见阿斗，哎，自家的心里向好像有只失落，心绪还是稳定不善。阿斗，哎，男孩走，里海长啊，双眉难以心内花。方才是妈妈来的通相信，啥个事体啊？说去娘子身上病病口难当啊，我花已经10个花。哎呀，这个哪办啊？推西中飞上巨基，一无身上还不抗，怎奈此经准备飞行上，还比兵马有真是西元两。哦，一代神有德，毕竟谁十方神灵归天，节度上狗儿是摧毁，最苦是工伤。哦，阿斗，哎，娘就晓得你不容易改。嗯，那么现在辰光全马业务神职呀，那么我来想呀，你公司里向也能够点点流动资金出来啊？哎呀，阿斗想本来公司里向100多万流动资金总归有，但是现在拿不出，啥事体嘛，就是搿个5幅画的委托人等我来商量。那么你个孙子也到美国去留学，是呢还可以先通个100万。那么我想搿个5山话打底200万，所以呢100万松松就要递出去。阿帅，阿斗啊，这个动力已经递出去。哎呀，搿么哪弄法子啊？哎呀，那哪能办？全马业务是人性命紧凑啊！侬不要急，啊！我神啊！哦，不是屋里向我只好子啊，是啊，这个一只神要寻神药的，嗨， 1天2天寻不上。搿哎，有阿斗啊人讲还要配对了，有的要寻1年2年啊，讲你。草莓的有呢？不是出卖的，阿拉这个3天就要开拍卖会了，一开拍卖会，个动力不是有了吗？阿斗啊，啊，讲得拍卖会，乃是认为大师5幅画跌跌呱呱才是真改，哎，但是大师的教授门上半夜讲是高改。哎，阿斗啊，我想上去搿个拍卖会是总归散脱子了些不该，哎呀，侬出啥门子呢？不是我。哪能会晓得呢？不会晓得啊！肯定3年天拍卖。哎，白样是没少要，哎，不怕1万，只怕翻一乱拍你呢。弄哪不讲好闲话个呢？这个拍卖会交关人啦，中附近侪是瞎子啊，总归也有适合朋友嘛。啊，这个我买脱嘛，动力不是有了嘛？有啥烦又有啥问题漏拍？喏，我还有底账的。啊，哎，顶多拿我搿点收藏去买脱啊。
那个上品啊，阿人个来晓得，阿都平常欢喜听诗歌，哎呀，搿种上品真还不像。肉桂龙、大红白、珍珠塔、肉心饼、肉梨桂、神香是为神台子。哎呀，美玉金美还不像个要那个心血。阿多啊，阿对，吃龙来是便当个呀。那么现在辰光如果吃档子再要重新去弄出来，总归费那个。哎呀，就性命要紧啊！阿多啊，哎，要么实讲，哪能？侬搿个备稿肉丝印吃档吧。阿是唐朝肉丝印。哎，哦，不来了。这个是哪个时家保上可以去吃档呢？根本那个我还不晓得哇。这个哪怕我做这个高胡子的也不好去嘛。夫妻两家头一日莫走，三个办啥子一只搞不开的细节，哎，有一个4亿万人口搞几个人啊，让来了。前浪到屋里向门口立下一个身上帘子秃顶的男人，气息了门铃上，叮咚，叮咚。啥人？我去看看啊。侬开门。阿人过来，门打开一口门，一个身上帘子，皮肤黑苍苍，戴一副金丝边眼镜，头顶有点秃。哎呀，不认得哇！此人姓夏，叫夏子杀，年纪60开外，安州河间出身。身浪向西装革履，白头浪向不管天黑落雨，一年到头裹下一副金丝边茶色太阳镜。为什么自家生对小白眼睛？而且眼巴都眼黑色，走起来眼下去马上去有点吓人的瓜。有副太阳眼镜照一照，结果的也黑过像肤色。现在那家大人家屋里向种搬家，专门拿子加古董去骗个东家上当，拿个东家骗得头头走，里辣当中吃死人不吐骨头。最近啊，也不里弄上一副假的歌舞，也想去学东家上当。但是说来稀奇，本来个东家对我可以讲上言听计从，但是最近70个阿斗对我讲，除非你有阿斗先生开个鉴定书，否则搿桩话我随便拿不为呀。小子啊，想搿桩事体，倘是我之以前比登天还难。你要叫阿斗为一张假个画出鉴定书，除非太阳西边出。不过最近啊，你个公司里办了搿种妖邪妖怪的事体，我现在上去就算做下人，凭我3寸不来之责，再讲动地多上去，不怕你不答应。因为平常辰光拍马尾浪聚集，大多还算低头认得，当天啥子地址特地寻上门来。现在看见出来开门一个中年妇女，从里个穿着打扮、神态气质，大概是阿多个家乡。对位是殷太太是吧？哎，是个青年男士。阿多先生辣府上吧？哦，那请教阿道的。哎，对。来，请。好。一大路努力，临近来门。阿道啊，有人进来。阿多先生，侬好。哦，侬搿位先生啊，阿是连我也不认得了。哦，想出来，侬夏先生的。对，夏子杀。来，坐。好。啊，认得。拍马会里向见过。搿个朋友总归来规矩。开拍马会第3排角落里，举牌子举得蛮勤勤。搿种人留下来，就是你公司里向现在的顾客，不能得罪。哎呀，夏先生，哎呀，阿多先生，今朝啥个风，侬知道搿搭了？跟侬讲，哎，今朝我特地寻到侬府上，主要想打听一桩事体。哦，啥个事体啊？听说讲贵公司最近办啥子点问题，就是3日以后，那公司召开个拍马会，也会得因此而取消。哦哟，阿东先生刚看起来了，搿桩事体外头已经露翻个头。你看，人家都会寻到屋里向来打听门信。搿个夏先生，哪能？这个侬放心啊，3日天过后啊，这个拍马会不会得取消？不取消？不。好，
我是只怕侬不要一个鸡头文，特地来提醒侬，侬去想一取消拨人家讲闲话呀。对，讲起来，侬阿杜先生从前帮拨人家公司做鉴定师，眼光准确得不得了。现在自家开公司斗花了，拨人家拆穿西洋金，只好取消拍卖会。所以提醒侬，千万不能取消。哎呀，夏先生，两岸相求嘛，取其轻啊。对，情约流派不会得取消啊。对，所以我特地来提醒侬，侬不晓得我个人的脾气。我是切实忠诚，尤其对于侬阿杜先生，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好讲了，佩服的啥？佩服侬个眼光毒，嘿，真个叫一是个福，一是个毒，福了个毒，福毒，哪怕世界人有地浪向阿人一听，哎呀，这个小先生讲闲话倒蛮风趣的，而且听得出蛮懂行。小先生，少夫人，你阿杜讲大师五福才是真的。对啊。搿位的啥里多个家族门上背也讲是高的，我辣想，阿位是同行是要叫个家。少夫人不可能啊！侬去想好了，假如得是学生子，哪能够败坏自家先生的名头呢？侬讲对伐？搿么，难道说阿位得有啥个误会家？误会嘛，我老想想没啥误会。好嘞，那两家头不要瞎猜了。难当中前因后果究竟啥个道理？我全部来打听清爽了。哦。夏先生啊，啥个原因侬打听清爽？打听清爽。哎呀，可是侬三哥帮了我忙了吧？侬想，原来想得伊拉沟通沟不通啊，不晓得啥道理啊？侬现在晓得这个事体，三哥拿上这一步钥匙了，可以打开这个僵局了，好得伊拉去沟通沟通。阿陆先生，沟不通啊？哪能沟不通啊？我得侬讲，为啥加入西部这个五福话是假的？理想的理由靠啥也不肯讲。为啥呢？我是位置体重当保护兵，像城头浪出棺材有兜有转，转头没缝去打听出来的。我对侬讲，我朋友的朋友娘姨妹妹马马好步，过往男友的妻儿子。侬慢慢讲，慢慢讲。不侬讲了搿里向有点糊里糊涂。那我朋友的朋友娘姨妹妹都马马好步，过往男友的妻儿子。那么有一个表娘舅，还有一个表娘舅，表娘舅哪能呢？这个表娘舅的大师的家族有点过往亲。那么当时抗战期间，上海沦陷的辰光，这个表娘舅就让日本人洋行里向做保家先生。当时上海有一个日本军政首脑，叫安倍晋良。欢喜中国字画，尤其崇拜各位大师。放闲话出来的，只要各位大师的作品有多少，伊收多少。那么侬去想想，当初这位期间佛家先生面具新冠，不要讲白羊，顶起码吃个盐，黑市浪向要卖1块4个人样的一斤，要卖1块4了。1块4个人样的呀，啥个立身啊？搿点铜钿摆到现在卖子盐，咸菜起码好以2400斤。哟，搿是一时也吃不脱了。就是呀，那么侬去想，老百姓连得吃饭也不离去。哪能有啥钞票去买啥个画呢？对呀。那么大师屋里向还要过日脚的呀。是啊。一家门了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当中还有蛮多角。就靠大师画纸画卖脱，那么可以开火厂。没人买画伊也弄浆。对。现在听见有人指名道姓要自家的画，求之不得。所以各位大师拿自家书画的作品，夯不啷当过了3通过各位表娘就全部去卖给了这个安倍晋良。哎呀，这个日本人文化清凉，这个是便宜货被伊贪了交关了。那么侬这趟的5幅画呢，就是难当中的一批。那么拍到龙头村。对个，这个5幅画，我鉴定下来，确实是迭位时期的作品。那么夏先生，我倒也弄不懂。明明这个5幅画是真的，而且是精品。是啊，搿伊拉为啥讲要是假的呢？那么侬听我讲呀，事体来时呀，等到1945年，抗战胜利，日本人投降了，倒是有人跳出来去上大师的枪，搿点侬懂的呀。时下圈子里侪是这能的，叫粉尘相亲，同行必多。当时有一位搿个名气啊，得搿位大师不相上下的国画大将。倒是讲跑出来讲，
把人家位置抵抗日本人侵略，那流血了以后，侬拍马屁为东洋人呵护，侬这种行为是焚化汉奸，为了报纸浪向秀出来，还要一时头让上海滩弄得满城风雨，大使名誉扫地，吓得理发三个后日。哎呀，夏先生啊，跟人家下毒还是为了生活嘛。哪能达到弄这个焚化汉奸呢？这个么就叫同行必斗，欲加之罪，互为何事呢？那么侬这趟拍卖的，眼眼要得幅五幅，不石头个画。那么大使假如要荒里啊，张铺不要翻老山，就是重地，弄得死了应该里个大使不太平，黄泉路上再去发恶业，所以要紧对外宣布，这个五幅是假的。侬现在去跟伊拉沟通，哪能沟通法？伊拉得罪了，讲这个五幅画是真的。这个比自家当自家眼光了，所以得侬讲随便哪能沟不通啊？哎呀，夏先生，这个是好像是关门落手了吧？比郎阿人一听嘛，心里咯噔一来，哎呀，这样看上去雷炮是必然做啊！阿道啊，那么哪弄法子？这个看上去有点难了。可怜到夫妻两家头急是急得来，小子啊心里想暗觉上开心，随时也多急。多得是西国的，那么我的生路来了，不难个呀，不难个呀。哪能不难呢？我倒有一只原则。哎呀，小先生，侬有办法？有办法，有办法。啥办法？我跟侬讲，侬这个拍卖会只管安全召开。到辰光我来，侬来，我来。小先生啊，那个意思就是讲，你派我来。朋友有你不帮忙，这个不叫朋友，我来，我来。这个不来，这个不来，这个。阿都是想难耍了。据我晓得，人家屋里向做搬家的呀，这个5张画打底200万，你踏进去啊？这个不妥当，有危险，有危险，有风险啊！阿罗先生，侬这个人还叫聪明一时，糊涂一时。哪能？还要到辰光，我家花头去拿伊拍下来，拍下来，案头里向再还拨侬，侬去还拨这个委托人。那么农业拍卖会成功召开，金字招牌保牢了。那么委托人还有好处的，对吧？拍卖成交，说明市场认可，留下来要转手还便当，已经有只底价了呀。我年总算帮侬朋友提侬一个忙，这个叫1米当墙3米高，侬讲对伐？不要对伐了，狐狸泥巴上露出来的，这个叫3年负债卡，再上一个wei劳保，哪个种手办法噶？你当我不懂啊？那个是行业里向个乱规呀，欺骗公众、弄虚作假，做个种事体啊！夏先生，侬这个办法不来，这个办法不来，有被阿拉公司诚信的章程啊！对，那阿多一讲，阿说话心上着真。虽然自家不参与公司的业务，但是公司开张搿种章程，侪是自家带阿多一代艺个。小先生，实际上讲起来嘛，阿随时里做托家，就是托啊！哦哟，少夫人啊，现在各行各业搿种托不要太多哦，样样行当侪有托的，看医生有医托，药房里有药托。买房子房托，饭店里有饭托，连到酒吧间里还有酒托了。这种碌碌一得个托儿手，不要太多啊。那么侬讲我还是托嘛？那因为我托定了，那叫托嘛不大好听些，对吧？是的。不过小先生，如果是这样做嘛，违背你的章程，你章程浪向规定绝不用托，受得我的搿种事体难听些，不诚信的呀。我只管放心好了，我章子把交关紧。外头人没人会得晓得。老实讲，事体过脱，有人问我，我一定做利尿户，当生我不开口。做利尿户？阿道一看搿只面孔有点像黄连居嘛，差不多。这个叫侬走了实，还不许讲出开。阿道，你代理忙忙，我现在算帮你忙呀，但是请我吃1块的，搿真的有点多个。小先生，你千万别动气。你阿道呢，随时在讲个脾气不大会得讲张开。但是，你阿道讲得非常有道理，你已经晓得要，如果违背良心做出违规的事体啦，伊要闭门思过，永生永世退出一个行业。所以，小先生，你不要动气的。代理多忙忙，我老早晓得你都不会答应，所以诚心来逼一逼，而且也逼杀的，那趟是想握个手，搿么呢？留下来我搿天要拿出来，不怕难不吃。
少夫人，我哪能会得动气呢？非但不动气，听见那听人讲，我只有开心呀。不瞒侬讲，刚刚我搿番闲话是诚心来试试他的。我要看一看，阿杜先生的人生究竟哪能？现在看下来，我的眼睛没看错脱。侬这个朋友，我要嫁的。既然是朋友，不能见死不救啊。我那不要急，唯有一个擦腮头发头、咬咬牙齿、调调脚的办法。咬咬牙齿、调调脚啥个办法？啥个办法？本来这个办法不讲啊，现在为止阿杜先生我王死王。我讲不动听。哪能？我啊，有一个非常有钞票的朋友，看中我一幅画，鸟老高子背要我让拨伊。那么我呢实在不舍得，一直没让。现在为止侬阿杜先生，我神通割爱。这个不来，这个不来，做啥？啥？侬怎么请我认人啊？不好意思，不会得个呀！侬听我讲，不瞒侬讲，我辣市场浪向，还稍微做点小生意的。那么大师的搿个5幅精品呢，我辣那贵公司虽然手册上已经看见过照片了，精品，欢喜得不得了。尤其我现在已经亲自打听欣赏，这个5幅真的是大师的真迹，更加欢喜了。所以现在卖脱1幅，拍进5幅，打一个平手还赚着4幅，便宜货太做私营的。就等侬讲定了，好吧？我现在马上去跟朋友联系。顶要紧，关照伊同地3日天里向一定要到位，不晓得来是吧？这个不好意思，那稍事片刻，我去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手下立起来，拿起手机，一面拨后头，一面往外头去。可难往这外头去，阿仁心里想得一怂的嘞。阿多啊，阿仁啊，这个朋友实际热心，我哪从来分听他讲几口叫，你到阿说个啦？这个朋友不过得个低头朋友，不大如水，不大如水。不说噶？哎呀，搿单司机在。阿多啊，你要么天浪向搭只肉馒头下来啥？不吃也吃得来搿个小子啊，吃自己一头血。但是为什么呢？手里向都是只长秋秋的帆布袋袋，人家里向，哦哟，搞定，海纳酒灯，海纳酒灯。跟侬讲，我搿位朋友听见讲我肯让拨伊，开心得不得了。一口答应。钞票2日天里向一定到位。手上有一个条件。啥个条件？问我，讲搿幅画也有专家开个鉴定师。侬搿幅画现在还没鉴定过啊？哎呀，鉴定师不要太多哦，屋里向一头上了海。碰上伊问我是否有侬阿杜先生的鉴定师。难道我范宝先生缺只国呀？侬的鉴定师我没个呀。那伊讲不来个。因为现在的鉴定师外头出资钞票才好买得上。就像侬阿杜先生的鉴定师出铜钿买不上个，所以一定要有侬的鉴定师，你才肯要。那么我没办法，一部差头赶到银行，开保险箱，拿幅画拿出来。那么要辛苦侬阿杜先生看一看，鉴定师写一写，图章考一考，凡事大吉。闲话讲出了，哪能？朋友归朋友，叫亲兄弟明算账，鉴定费照算，好吧？一面说。一面帆布袋袋里向拿出一句话来，来，阿杜先生，请侬发言指正啊！阿仁真开心，乃听人家阿杜外头的名气是胖胖响的，虽然讲那个鉴定师有一头大，但是不跑用上，唯独眼见阿杜个鉴定师，那么想少几百人讲，一时间尊重信任于阿杜，我心里想再有什么？你阿杜个脾气随是一个字，多呀。从来不肯说高，搿个既然人家啥个热心，哎呀，啥个鉴定费价，搿是用不着该。阿东啊，阿瑞啊，你应该帮人家忙该。对，阿杜像人家这个热心，葛么我举手之劳，应当帮你看一看。那么大，拿搿句话再到水里向，一口嘛，哦哟，搿个朋友来句啊，你看见？搿句话外头用生板子板哈，啥天要用板子板呢？因为板子浪向有油墨的，防脂溶。搿点板子拆开来，搿句话往正袋子浪向一放，2只手脚骨头浪向搭了，哦哟，一张明若果啊！哦哟，到底老法师眼光大。一开来一半，哦哟哟，好么子！
唐伯虎个画风啊！结棍！陆宽还没看见，已经晓得唐伯虎到。那么哪张画全部掀开来，只看见一张山水画，山石浪向伏好一张雕金贝类的白虎。好，听见那声喝，河边个小子啊，骨头轻得500-400重，呵呵，像一么喝个屁喝，王可为实际没实证了啊，眼光没毒，全部阿娘个空，侪同于虚名了。不过纸面浪向还叫有的啊！对，好。哎呀，来看，张先生啊，侬来看啊，哎，低头，白虎头，是呀，落块金苍当年，哎，对，那个搿张章看来就好，这个，血盘通，对，哎呀，侬看搿只老虎啊，娘美长小，哈，有700岁后之势啊，对，那个这里张虎。搿老虎眼睛像阴气森森啊！对，好像有一股个阴气浪吹出来。就是呀，不说虚的呀！头日天像今朝中头日天是开门用不着开空调，只要搿张虎一过是那10天则灭哦！侬看，6块，好，松针配来好，松针好，布局也布来好，布得好，布得好，颜料用得好，颜色好。哎呀，放得真好啊！那么小子啊，来听清爽，狐狸红混脱了的。对，放得真好哎，侬也晓得是假的，哪么晓得狐狸红花子编的？所谓的放的，就是一品不是动地的呀。哪是这张模样啊？阿杜先生，啥个叫放的？放嘛就是假的嘛就是一品。假的，不会得个吧？肯定假的，肯定假。照侬讲起来，不是唐伯虎哦，不是唐伯虎，不是唐伯虎，啥人画的呢？肯定不晓得了，要么是有伯虎了，也伯虎了。对里茫茫，难得不讲蒋伯虎、楚伯虎，愿意当初像崔氏和啥些才人。阿杜先生，侬一辣辣讲笑话。哪能？据我晓得，这幅画的呱呱是唐伯虎嫡传之身流传下来，而且已经传到第18代了。可么夏先生，我讲拨侬听，现代幅还是唐伯虎18代，搿么第19代，侬到山口像搓麻将，一代18代了19代。搿唐伯虎屁股后头光塌塌，小白不哪能来写个18代了19代？也是一块布雷洞布出窟窿来着呀！搿照侬讲，勿是唐伯虎啊？肯定不是。搿么侬还要晚点报门出来？为啥勿是唐伯虎？我要听两声报门，寻了马本我人去讲闲话，侬讲对伐？夏先生侬这个是在搿浪套关子哇？不是，这个侬有点不大不对。那侬总要晚点报门。为啥讲伊是假的？对，照文里这个行里向有规定的，这个才是真本领，一般不蛇样到外头。这个么子本事叫蛇子不惹水。侬只要会得是报门，做侬儿子无所谓。爹，侬讲。哦，恁这个儿子个到养父出过哈。哎呀，那么我讲拨侬听，毛病就出了你只老虎身上。为啥？因为唐伯虎前前代代不会画老虎。哦，照侬讲起来嘛，唐伯虎是不足心画老虎的。唐伯虎画只老虎嘛，大概要死人啊。哎呀，夏先生，侬讲闲话不好等人啊！侬晓得为啥不好画老虎？侬还晓得唐伯虎伊个爷叫啥名字啊？不晓得啦？不晓得。喏，夏先生讲拨侬听，这个鉴定不是单单靠实物，有的辰光要用科学的眼光来看，要多读一点书，对历史还要了解。那么这个么子拿上来呢，侬心里向有底了。唐伯虎的爷，伊个名字叫唐德光。养2个儿子，这个2个儿子呢，伊拉侪拿自家的3小州名字。为啥叫唐伯虎因为属老虎，唐寅唐伯虎。那么第2个儿子呢，属活生所以叫唐生。懂伐？晓得伐？侬拎得清伐？
那侬清爽了哇？手一当把虎，非要说是我老虎了，他不会我老虎的，因为根据闽南的人啊，对自家的名字啊相当敬重。哎，这个上校这个名字，那侬自家上校嘛走地上了，我豆腐了，非要说是老虎了，别虎啊分我一张的哇。那么问题，反反复国上不里按照实干一个戏子，个头名头比里个虎实实的做上的。连他大把好多要介绍名字，你才晓得。不过单单凭这个一点，我还可以讲下去。干嘛阿多先生？哎，干嘛？阿祖信，奶奶，大把虎为之普世迷信，我定能一只老虎。哦，大家才晓得个呀。哎。大白虎为之秋香三小流行，马上投靠到华山府中虚荣。那么秋香要考你大白虎噻。哎，侬到底真的爱我，还是假的爱我？侬下只老虎让我看看。那么大白虎为爱牺牲，我定能只老虎，这个讲得通的嘛，对不啦？侬这个人啊，搿张嘴不活了，好去识书。而且侬要么不要说起来，中国讲上海平台的这个广场馆的风格差不多。侬哪能讲这个事体出来？编个故事呀，识书先生是编故事。那么就算故事里向大白虎画的，对不啦？侬懂的嘛？分不浪个故事编得不要太多哦，只要编得像人家相信就可以，对呢？侬归侬写剧情书，我归我编故事。再讲我个朋友杨某的得好打发个呀，侬看好不啦？夏先生，这个绝对不能够做啊！哎呀，阿多先生。侬个人啊，倒真的有点毒的。侬不要忘记他，我的能做，为是帮侬解决困难，渡过难关。阿多先生，侬台上个讲来，人说莫真大家认真不是生意真，我们上江。狼爱看世界，拎得清三是么顶一军。侬看现在社会上各种三角嘛，马屁精，胡整600四一顿那么问，这一上午聚会把得平安，有地位有名声。写写了用的心思把女人呀身高40几称，侬老兄弟对吧？本事好有学问，事就完美，样样讲公正。虽然上午聚会把分平安，这还格许等吃闷棍，像苦的唱什么人听，一本正经也没得根。像我下次上就拎得清，那个小圈子像我有照应，共同支付港家人恩，有是有来恩是恩。阿三个对女拎得清恩，潇洒人品为主人，爱是一副大银河。实讲不像讲，说真的没像真，就是3人多点在弄不清。我们吐得出，对方吃得进，两相情友没公平，那么何必惧他驾驭真？他是那北野龙清真与家。是的，应该理想去门当人，那非阿根根胖起劲，死他人顶他门。阿代理想路国的人，用的自家发誓发他病。阿多先生。讲公正，讲清高，这个侪要有子钞票了好讲的。阿拉现在是满江鱼过关，顶顶要紧，还有3日天拍马会就要召开了。像侬这种864，凡一到辰光出事体，好，信誉失态，
本地杀脱，公司关脱。我得侬讲阿杜先生，人是英勇，钱是对，侬讲对伐？哦，听得个阿杜个吼嘎啦啦啦丢起来，恨不得脑部吼嘎脑里挤出去。对个，我现在是碰着点困难了，一旦乱跑，么生意没说脱，动力没说脱，公司没关脱。岁数样样侪去脱，一个人的良心不好不了狗吃脱个呀！他却一慌的后路人不与神。中山气内兵，山一大，君子爱在去打。龙须作家不离民，既定是死出于阿民，民即地。假如假真是真，一决定从其真。些辰光听长辈讲过，一个隔壁邻说还欢喜沟通，亲戚家之来去买着一只骨板。哪些都弄到屋里向鉴定是一鉴定是一品假，95个一场毛病我这里去啥？我呢，现在江民团有点小名气，社会公众才蛮相信我。那么我更加要以史为鉴，啥个么好对得起公众，对得起这颗良心呀！那公众是信任与家之风托，我至今尚未曾操心，也有那梨花风骨不如神，实际神下下自杀，他假不假，真不真？让我为后做成商量心，我们怎能够这个是家非生落，不顾他人私欲生。夏先生，侬也是读书人，有两句闲话侬不好忘记呀。君子狗啊用，知不疑。终是泪小人心，奉劝侬夏先生，值得引入都于生。好，莫得杀客。哈德里讲得很规矩，
我就是张虎样听不懂。哈啊，少夫人，那个先生讲出来的闲话侪是死胡同的。不瞒侬讲，我是从小辣外国人教会学堂里向读的，伊个闲话有点听大不懂，侬懂伐？阿是哪会得不懂？对李妈妈你还懂该？但人家阿多个两句话非常的有道理。君子固穷，汉人能够安于穷困，哪怕穷，但是人心不能夺脱，人心是立身的根本。小人穷死来日，像这种小人之辈，一穷是样样做得出，推枪拔弩，做实不的，做强的。对你妈妈你也不穷啊！金丝比眼睛高起像啥是个人物，少了唯一头这种本钱之财。实际看起来啊，那个朋友比强的实过的唯一不是。秀才，还是我是来水子上吧。小先生，哎，少夫人，整个小娘呢一片汗水。哎呀，这个对不到，朋友也不能见死不救呀，对不啦？但是搿副我是跟我们的朋友马子去买。跟侬多说好心，哎，我下次啊，外子当假衣裳派用场。只要阿多先生鉴定书一开，我这个5花我肯定拍下来，200万支票马上打发侬。没，小先生啊，如果那个朋友付不那个铜钿，还是做得像真的一样的高彩票嘛？那阿爷呢？侬还收得进呢？哦哟，这个女人结棍个，表面上看上去蛮文静些，开出口来说得啥人个的？哈，一个独头头呢，一个欧多了。算我大妹碰着这样一对毒夫妻，是也不生路。罗佛我过来救一救，马上帆布袋袋里一扛，好啊！大师我是假的，侬不要讲真的；大白虎真的，侬不要讲假的。请侬不要忘记啊，拍马会还有3日天就要召开了。到辰光大师这个5花我拍得出去，我下次的名字丁到下啊！丁到下么什么事情？啥子下？拜拜，是我一嘴头。你个闲话听了啦，阿到这个上一惊的了。对个还有3日天这样，谁要开拍马会？非与吕拍当百年，蜻蜓何当？